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來個節目。今晡日老鄉親朋友來紹介一個當聖奇嘅故事，係呢個客家將世毛以及去到世界各地遊歷尤其係非洲，用英老挪背嘅世界，然後客家來結合，非常嘅有意思。大家來分享，你記唔記得裏邊嘅係來自客家種嘅世毛開建？大家好，我係開建今晡日東方喜來到的啊。分享，大家有發現冇？大家有發現冇？剛才你介下嘅詞我紹介是有兩種嘅腔調，一個大家好，東方喜來到呀。就得簡單來講一下，你是哪位嘅客家種大嘅世毛？我媽媽係的馬粉，我爸爸係王山。哦，所以爸爸大王山。所以你昨天談到回流橋，唔過因為媽媽這邊講的係西煙，古時候你要談西煙，錯嗎？我唔知啊，我覺得應該是阿婆是那個幸福，所以是幸福海在海邊，去講回流哦。OK， 所以你細細時間在客家中，你在幾多年住了幾年？我大概住了不算一兩年吧，然後後來就到平鎮，平鎮也是客家種，所以OK， 大家有發現冇？可能開建呢，其實到客家嘅關係非常嘅親密，因為佢客家人帶到但客家種啊帶移動嘅，唔過係好多時去到國外去帶，喺世界各地去遊歷，唔過你一下做到，你一下做得講係做推翻帶嚟，錯冇？已經完全做推翻帶嚟，唔過你也慢慢讀，你一按動嘅，其實反而跟客家的關係越來越親密，做這樣講嗎？也可以耶，就是慢慢看到外面之後，越來越知道自己是什麼東西。對，大家會想這什麼意思？你等下好好來聊一下。好，今日讓我講開建來到聊片，真的很開心，其實非常嘅歡喜。不過今日也讓大家先紹介一下開建非常嘅好實，不過要建立一家自家嘅品牌，有建立一個自己的品牌，叫做駱駝婦人。駱駝婦人，大家說怎麼那麼特別？你係乜嘅意思？要不要按貼片？就得先簡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這是什麼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品牌？形容應該叫品牌。駱駝呢？當時因為我是去到北非那邊，然後我那時候先生他是麻醉師，所以他白天都去工作。先生是北非人，對，先生是突尼西亞人。對，然後他白天去工作，然後我平日就在家裡，我想說就是來做一個設一個品牌寫作。然後我很喜歡婦人的概念，婦人就是可能在家裡會做一些好吃的，然後會做一些就是比較高強度的一些東西，照顧小孩，然後聊八卦之類的。我很喜歡婦人這個概念，所以我就把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。OK， 因為駱駝算是走在公黑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，對吧？好哦，好，大家是會了解。那你可以具體的講，那所以聊下這品牌，你在具體的行動上就又走哪個東西？比如講你有私廚啊，比如講是不是？我在駱駝鋪的這個品牌裡面，一開始是以寫作，就是在帶大家認識突尼西亞他們在幹嘛，然後做了什麼，然後再從寫作慢慢延伸到可能市集，我們有出一些外燴，然後也有幫一些一些國小啊、國中那些服務，就是跟他們分享一些故事，然後還有帶一些料理活動。對，所以大部分來講，該料理嘅活動嘅內容都係撈突尼西亞有關係，撈非洲嘅食嘅東西啦、工藝啊、活動有關係。該下嘅。讓觀眾朋友來講一下，就該下感覺比較像是哇，你走在讀推翻，那某種改文法大部分推翻改偏有人影響，比較像是這樣，對不對？對。其實非常改修分樣，不過神奇改實心是黑，我覺得故事就是這樣開始了。我意思是講人很有趣，你動奇妙，就是一開始你的起心動念很安用，你沒有想到行來行去，對，就越走越多條了。對，越走越多條，反而你還會想講，那我來少改非洲改東西不客家。不能推翻因地，我係咩家走在小改，客家改東西不能誰改因地，對不對？這就是一個緣分，對。我覺得這好有趣，所以
你講我今日老去打嘴鼓，我真是異常的認真，嘛，個係非洲個料理，嘛，個係突尼西亞個工藝，反而是我動想一去參加你的課程，或者是you give， 不管是了解你們的私廚啊，就是那樣的一個法統有什麼樣的內容。不過今日老大家咧分享係幾個故事，吼，講到兩篇咧，一列上人咧講，其實因為你從細，你看哦。爸爸媽媽客家人家譜啊，你有帶到非洲啊，你有去過東個國家，所以對你來講，我覺得你自己就已經很像是一個移動式的對游牧民族。沒錯沒錯，所以我後來又創立了一個那個就是那個 nomadic spoon woman， 就是游牧的一個湯匙女生。是，對，就是帶着湯匙可能到處去吃這樣子。所以你真的這是一個象徵。對，百年痛經慢來一些，可是慢來一些狗昌地圖也是開始走高流，對不對？好，我覺得這是一個像海綿一樣，你先去吸收，可是吸收的過程當中被啟動，我是不是應該要開始擠水？海綿吸水之後你也擠水，在這個交流當中，那個就變得很有趣。你來講一下，最重要的係，其實安陽嘅狗昌地圖，你有一隻動創嘅發同事係，你去到新加坡，對，該東西有一個全球客家的那個一個計劃哦 ，OK， 所以它店名叫做哈嘎啦，對不對？哈嘎啦，哈嘎啦，因為那個新加坡他們都會就是結尾都會一個啦，就是這個華語，所以他們要我們就是加入一個就是比較 Singlish 的概念，對，有啦，就是。記得講英文有記得自己嘅提示啊，比如講什麼 Jerry，How dare you are， 有沒有 We're going 啦，對，他們會記得會按用音，所以你都要改名聲的，他講啦，什麼？其實，在那個高流地圖，你其實也學習很多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？那個是一個用音改高流。因為我一開始，因為我小時候在新加坡嘛，所以我那時候還沒有看見一個，就是可能他們有一個客家的一個圈一個圈，我只知道他們有非常多的種族居住在新加坡，然後我覺得很有趣，因為說不定那邊的客家料理會是混着，可能有一點瑪莎拉味道，就是有一些香料味道的。我想要去用這個在異鄉煮熟的文化，也就是客家人遷移到新加坡之後，他們煮出來的又是什麼樣的一個客家菜，然後去做延伸這樣子。好，那所以到那邊，你覺得對你來說，聽說有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動都盛起改故事，比如說你演戲動都改出事。對，我認識像我就一直在尋找，就是有沒有可能一個專做客家料理的廚師。然後我認識一個人叫做世超，對。世超他是客家人，但是他從來不知道客家是什麼。佢從細讀新加坡台，對，佢係客家人，佢第一屆係客家人。佢從來唔係想過講，我客家人跟客家料理係嘛？其實其實反正我在血緣上面係客家人，對不對？他是大埔的客家人，對。然後呢，他就開始做料理，做一做，然後他也是世界上，然後到處做。然後有一個廚師就跟他講說，你要煮料理，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誰，你自己有那個認同，你才能煮出屬於你的料理。所以他那時候還不是客家料理哦，該東西還客家料理，不是，對，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叫做 The Lost Hakka， 就是失落的客家，就是他從 Day One 開始分享，他 Day One 他怎麼去認識什麼叫客家料理，對，到現在，對。這幾年了嗎？已經我看到他天數好像寫到300多天了。哇，對，所以對你來講，然後對我來講，然後對鄉親朋友談到這個故事來講，大家又發現一件事情嗎？所以他其實也是這300多天，他重新認識自己是誰。他原本真的不知道，然後他有些還透過我去認識，因為他沒有聽，然後也沒有在客家中，他就是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。對，然後他開始就是從 Day One 開始學做班，然後學做任何東西。哇，所以這對你也是有另外一個影響。對，就是有一種從一個完全不知道，然後變成要慢慢知道，所以我要一直灌給他一些台灣的客家的一些東西。是，其實你在故事非常有意思，因為我相對可以給讓熊是很買東西，就是你可以做北非料理沒有問題。舉例對，從毛尼亞走得走新加坡料理沒問題。不過我想給他廚師有一機會非常愛重要。他的意思是，不管你怎麼改料理，這是你的興趣沒有問題。不過只有等到你真的認識自己是誰的時候，等到你盡心盡心一起幹黑馬上改細節，你就會對那個料理又充性的定義，而且你
你知道那個心態完全不一樣。該有感覺是熊黑，黑公愛也就是你一直在做別的東西，但是有一個是你自己的東西。是，對。當你對自己很認識的時候，對幾個動影是動從擾感應通感時間，你會發展出另外一個某種感東西。沒錯。所以這是你去到新加坡哈嘎達的這個狗昌地圖洞，我覺得對你一個很重要的啟發。沒錯。那你現在會做客家菜了嗎？等下會了嗎？其實。我不是不做客家菜，是每個客家的家庭裡面都有一個很厲害的媽媽啊，所以我不需要做，因為她煮的就最好吃了，我不需要去學。對，好，我們可能今天可以跟你分享個故事，係咩詞都有意思。跟你身邊有安樣嘅朋友冇？吼，大家先聊下，你馬上你等下就嚟講。今日當番兒做啲繞場開見來到節目底度啦，大家來分享幾個故事。開見佢有帶過新加坡，帶過非洲，然後信上先生信上係非洲人，好突尼西亞錯。按我介高昌地圖其實叫當到介有利嘅經驗。老實講啦，因為開見非常介後生，不過佢也係2幾年，因為當到介交流，當到介發通，到按我介高昌地圖其實慢慢更加的認識自己，我做這樣講，而且很好傾到客家嘅認同。兩件事情對我來講動床，我簡單都講咗我身邊朋友嘅故事。其實我身邊有當到嘅朋友係咁樣，我問講，你是客家人嗎？你也客家人嗎？我說，哦，我不是。佢咪講，哦，我係，我爸爸係河洛人，不過我媽媽係客家人。我說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你總來說，我就說沒有啊，你媽媽也客家人，你就是客家人。可是你明白，這不是對錯的問題，是這是一個歷史的演進。我覺得，因為你聖百斗這一塊土地上面，我們有一個歷史的演進，有這樣背景，所以東東因為起到我不是客家人我也客家人，因為我媽媽係啦，可是我不是這樣，所以為什麼？對，但是意思是黑公，其實我就說你就是。但是你也可以說你是閩南沒有問題，因為爸爸係河洛人嘛，第二件事情沒問題。然後上次係個阿婆係，我說你也是。對啊。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就係講，他說不一定在血緣上面是，可是因為他人生都一直奉獻在客家事務裡面，而且給動飲些客家，而且給動愛客家，他非常有客家感意識。我就會說那你也是我們的客家之光，客家自貢客家人，他就說對我是，所以我的意思是。講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，就算開見佢有血緣上完全係客家人，不過好幾輩起到我本來就讀客家種台啊，我呀某一熊愛讀台係沒有客家人，因為它很自然。可是反而是因為佢走遍了水蓋，東都提鳳兩幾年，反而特別的覺得那個客家意識反而。好像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。沒錯，就是在國外都可以看到自己的那個影子，客家的影子。上堂節目你講到新加坡，剛才你講到新加坡的交流，你遇到的廚師反而開始寫了每一天的記錄，也重新找回他大概食物。其實你那邊，譬如說，有記得你有分享過，你去到新加坡，所以遇到一個傳教士。對，我們那時候在新加坡，因為新加坡很多那種客家人做的會館。然後我們在那個茶陽會館做那個成果展的時候呢，就有一個客家牧師，就是他自己是說一開始說他是牧師，然後他帶着台灣太太來看我們的那些成果展，然後他太太就很高興，就是看到什麼鹹菜乾啊什麼都擺在那裡，然後我們就請他先生聊聊這樣子。然後他先生就跟我們說，就是因為他這一塊土地上，其實他知道有很多的人種，然後呢，他自己呢就是一個專門用客家話在傳道的傳教士，然後他們有一個教堂，然後他只用客家話跟大家傳教，我覺得超級特別的，對。所以因為你們去那邊，他也很開心，什麼？對啊。其實覺得哇，真的又要交流，所以去到新加坡真的有這樣的客家會館，但是。會不會也覺得說，這個隨着時代的變遷，其實很需要凝聚力，對不對？對，但越作用越來越低的感覺。對，有點可惜，好可惜哦。對啊，因為很多當地的比較年輕一輩，他們都會想說，我還想要繼續學客家話，但是有誰會講？
對，他們可能會想說去找這個會館，就是慢慢學習，但大家都有一種啊，不是已經全英文之類的，對。所以我再問一下，就是你是不是除了新加坡，其實是不是也會是那一位廚師朋友，還是你就是也會希望說，係咪走到去到，譬如講去到泰國，去到某強嘅國家，其實某強嘅國家要動到嘅那個客家嘅。對，痕跡分家獨個地圖，沒錯。像那個那個世超他已經去到了泰國跟越南，還有沙巴之類的，去尋找當地的 local 的客家菜。他很有行動力耶，他很有行動力啊。他說他的錢都花在這種出國，然後去學習客家菜的。他今年也會來台灣學習，對，他會來我們家學做板，對。因為他本身就已經很會做板了，但是他想要知道台灣的做板是怎樣。等一下，喜東家不看好走板，你們家會誰教他？應該是我媽。真勁哦！對啊，所以我也會很想要去一些，因為我本身就是會異國料理，然後我很想去中南美洲，中南美洲那邊好多的客家人，對啊，然後還有印度的加爾各答，然後牛泥旺島，對。所以你會想要，你想要去到改紮地方，去親改變個客家人，唔但像安樣你也想要找到改變客家的味道，因為他們一定還是會經過。對，你在一個國外煮客家菜，推翻煮客家菜，聽從冇可能。對，從你想要去看，佢到念，我們已經知道原本英國形容音，去到改變經過交流過後，叫做上動用音，或者是你再帶一點兩邊客家改。客家以刺激他們，對不對？沒錯，你是這樣想的。對，像我這趟去新加坡，我就準備那個破布子破布子跟那個叫什麼黃豆豉，他們就是那個黃豆醬，怎麼這樣子就可以變出一道菜？你那時候黃豆醬做什麼菜？做馬改炒？炒牛肉，薑絲炒牛肉，然後加黃豆醬。他們就覺得啊，這樣就可以變出一道菜。我覺得你真的很棒哎，因為講實在話哦，蒙頭講炒牛肉給你客家菜，可是你用了客家的靈魂，你明白我意思？就是那個醬，該咋講係客家的靈魂，對我來講啦。所以一般因為推翻當然推翻，但係客家人要用，不過客家人會特別用蒙頭醬，我們會做黃豆醬鳳梨雞湯。對，就是或者是你要走南埔，大家會用蒙頭醬炒水蓮。對，舉例對破布子對，你講對南蒸魚對，大家都會知道。不過對南埔感應來講，破布子記得會劍蘭，對，記得會有破布子蛋，而且是記得沖水度客家的記憶。對，因為我跟那個世超，因為世超也是在國外嘛，國外學習，所以他就覺得這個東西叫做 pickles， 就是醃菜。他覺得國外的醃菜可以做很多的延伸，原來客家的醃菜也是。對，冇錯，比如講高麗菜醃高麗菜乾，對，就是高麗菜高麗菜乾。對，這個我也有帶去給他們看哦。對，他們覺得怎麼什麼都台灣客家人怎麼什麼都變得出來。對，那當然這也讓你改的食文法有關係嘛，因為我們珍惜食物，靜下食物係講改良型某些特的東西，我們就會把它醃製起來。所以像你講到韓國要動到改醃製的食物，應該推翻客家人有。你看基本上佢給人教育的時間，可能要動到鄉親朋友來看人家寫，說還好吧，人家動貼片嘛，我們從小到大就這樣啊。你不客家走下誰容易？真的，因為我們不知道。可是你真的去研究的時候才會知道，基改歷史文法其實它是很珍貴的。對，我把一包一包擺在桌上的時候，大家都覺得，因為新加坡它沒有地方去種嘛，所以他看到這些有這麼多乾物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哇，說怎麼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？好像有一點是中藥店出來的東西。對，你看，這真的很有趣哈。不過講到兩片呢，其實咧講一下，因為佢見讀北非也待過一陣子，其實算一重改事件，所以你都改編走跳的時候，動因為講，你好像動像客家人，因為比如說你很，我自己講啊，而且我動聰明，比如說。特別，你要不要分享一兩個故事？他們那邊故事就是有一天，我先生就跟我說，就是突尼西亞這個國家裡有一個區域，就例如說可能是台灣，然後有嘉義這樣子，他們就是有個區域叫做斯法克斯。然後他說斯法克斯的人就是跟首都人都不合，他們跟其他人都不合。然後我說為什麼呢？他就說因為他們的錢都放在這裡，都不拿出來，然後他們很勤勞、很認真的工作，然後其他人就是因為地中海那邊啊，就是要享受啊，怎麼會一直工作嘞？然後我就說，這不就是台灣人講的客家人嗎？那種人就是我啊。
對啊，大家注意哦，代表去动三萬大坪啦。對，但是那邊就是三萬大坪在那邊可能是一個否定的一個詞。哦，對 ，OK， 就是你需要 enjoy。對，好，沒有好壞的問題，其實就是一個性格，從某一個性格就是可以去動眼睛，可以你要走推班，還是一下想會走，一下走街，每天都動眼睛。想東想西，想要去走，動都給時間，非常給摸憨。而且唐公你有提到，也是另外一個是一個島，對不對？對，另外一個島是那個傑爾巴島。傑爾巴島，對，傑爾巴島上，它原本是非常多的猶太人居住在那裡。對，然後我們那猶太人很聰明哎，動聰明哎。對，所以我要那個自己在那個臉上貼金，有沒有？一定啊！你看一下，賭美國的猶太人多麼的。你知道他們華爾街就是他們很厲害耶，所以後來我們就去到那個商店，我們也不預期自己會遇到一個猶太的商人這樣子，然後我就去跟他買東西，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裡人吶，所以我就是我要買這個，就開始跟他談價格啊怎麼樣的，然後這個人就一直看我，然後談來談去之間呢，他也不像另外一個當地人總就是可能會生氣或者怎麼樣，就覺得你把我價格壓這麼低，然後他就突然說就是哇，我覺得你比我更像猶太人，我就已經是猶太人，你比我更像，對，但是我知道他這個是在就是稱讚，因為他覺得哇塞，就是 respect， 就是很尊敬，覺得怎麼會有一個人可以。他知道要怎麼算，精打細算，然後 keep money in the pocket 這樣子，應該是動為利吹啦，好吧？動為利吹，好嗎？我們了解幾多我們可以讀個故事，還有嘛個精彩個故事，你等下張總來講。今日繞牆度開見來到福喜來到大家來分享幾棟多神奇嘅故事。我知道故事講不完，因為棟多。不過我想最重要嘅是係，我覺得今天嘅節目對我來講都有意義嘅地方係，我們如何在這中間其實有棟多新嘅朋友，長大之後才重新找回自己對客家嘅認同。我覺得這很有趣耶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就以前覺得就這樣子，不過你還會覺得原來這件事情其實。是很重要的，係當重要嘅吼。家下廣告嘅時節，佢嘅時會講其實讀推背因為讀到東多嘅客家人，尤其他們可能也是外國人，但是他們講客家話。對，應該說記得可能以前，比如印度，對，印度加爾各答，其實台灣台北這邊有很多就是可能印度籍的店家，然後他們會請一些就是可能臉看起來是華人的人來這邊工作，然後但他們是加爾各答那邊的客家人這樣子。但印度籍，對，印度籍的，印度籍，咁講緊底下讀推背。對啊，所以我有時候去買香料的時候，他都會跟我嘮一些客家話，你知道嗎？但是我又不太會回那個客家話，我覺得很有趣，在一個香料店這樣子。還是你帶我去那個香料店，可以啊，小姨蓋片，然後給他用他幹嘛打嘴鼓？對，因為他中文反而還不太會說，太有趣了。好，其實你看，我們沒有討論根本唔地什麼，上次應該沒辦去到就是沒辦讀到那個事情，因為手機冇可能客家語，不過他可能轉頭的時候是快用客家話，然後佢冇客家語來溝通，所以都見到佢客家語，對，好，然後我馬上就會用客家話，然後佢來。講話哦，你可能已經知道這個店家可能已經5年嘞，可是你從來都唔知佢客家語，因為因為佢平常時可能咪講胡蘿蔔樣唔知，結果我一發現佢客家語的時間，還是馬上到佢來用客家話來溝通，錯，因為為什麼覺得很興奮這樣子。好，我們個講到兩片呢，其實伊斯蘭教，因為對你先生來講，他就是伊斯蘭教嘛，對你來講有什麼樣的有趣的？彼此調適或適應改提風嗎？其實因為客家人很愛吃豬肉，很愛吃豬肉，然後伊斯蘭教又是完全不能碰豬肉。等一下，因為你有孔喲，是不是？我們有梅乾扣肉，對，還有那個名菜，哎，對，就是很多東西都是要用那個豬油去煸，然後怎麼用啊？對，然後對他們來說就是完全不一樣的哦。對，但是在我們結婚之前。
我們還沒有跟他說，就是客家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樣子，但是他最先認識的就是可能是豬肉，然後而且我们還要吃薑絲大腸、菜葱炒，对，然後那裡不吃內臟，那裡不吃內臟，對，所以他來的時候，他就是看到那個廟會的那個豬被鋪在那個花車上面的時候，他整個快嚇死。他們頂多可能就是掛着而已，但是客家的豬是被鋪着，就是鋪成這樣子圓圓的。可是他現在，如果給他讀台灣傣東年嘞哈，他應該已經很適應台灣了吧？其實還蠻適應的，然後他就是也會去學做那個擂茶要怎麼做啊。哇，對，哦，很多一些客家的文化，他會慢慢去學。對啊， OK。例如說我們去掃墓的時候，他就一直拍那個墳墓，他覺得那個墳墓很漂亮。對。我想問一下，你哋係做完媽媽改片，媽媽記得讀話，還係會用客家話溝通嗎？會啊，還係會，所以佢也會知道那是一個。可能不是中文的語言，他知道，不是華語的語言，他知道。好，那你拜託幫我教他1-2句，好不好？譬如講台家猴這一種，好不好？有，他明天要說。我現在很逼人啊！你要動沒背英語，學客家話，日記2篇我都會逼他。哦 ，OK， 哇，那基隆島推翻其實要學的東西還真的蠻多的，因為推翻兩家島嶼上面其實很多跨文化的東西，沒錯哦，都有意思。所以讓大家來講一下哈，其實還有很多故事的分享。我要先舉行一下我們的這個快問快答，好不好？福氣卡拉 OK，那問一下哈，請問一下，你有喝過？就是在北非，你覺得吃過最特別的是什麼？比如說駱駝奶之類的。駱駝奶我有喝過，對。有喝過，就是奶味，然後味道比較重一點。哦，對。那你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？他們大概會是羊腦吧，就是羊的腦。對，是清蒸吧？對不起。請問要怎麼吃？會燉過，然後他會把那個羊頭剖開，然後吃羊腦。對，你會看到整個羊頭嗎？會啊，可能它就是頭，然後放在桌子上這樣。整個很完整。對，呵呵。然後呢？你看，然後就是打開來吃。就現場打開來吃，對，拿打開來，要用刀子吧？沒有，它已經燉到很爛，它就是你就把它剝開就好了。哦，然後裡面就有腦。對，你有想要吃嗎？我不是想要吃，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？你看，你說我沒有豬，你沒有羊腦，所以你看，這就是一個文化交流底下，你看。對，這就是一個衝擊。對，像我可能是沒辦法啦，我真的對我個敬仰來講，你一定要擺一個羊頭對我前面，然後是幾個腦，我可能要很大的勇氣。可是我覺得這就是有趣的地方，文化就是彼此交流跟學習，對吧？哦，好哦，好，我覺得我會講起家長跟文化也會得到更有趣的東西。好，聽一聽，所以你在那邊主要溝通的語言是？我在那邊主要溝通的語言是，其實因為他們的語言很混合，他們有混法語、意大利話、西班牙語、柏柏爾語、阿拉伯語，所以他們有點像新加坡，就一句話混着可能不一樣國家的語言。你的意思是說日記外地讀？對，因為新加坡會講翻譯到英文向下講。對。但你們那個一句也會這麼混，這樣你可以？對啊，例如說，你可以舉個例子，我跟我公公說話，或者我去外面說話，我光是你好，我就要說3遍，就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語言，或者謝謝也要說3遍。例如說是你好好了，就是阿斯雷瑪，阿斯雷瑪是當地話的 hello， 然後ça va是法語，然後還有那個阿薩拉姆阿雷孔又是阿拉伯語。就是你真的，你光是語言你就已經要說3種，然後就很像九官鳥，每天都在說一樣的話。好好，俺基本都有兩邊有談客家話。對，不過兩你從誰有談？俺每年跟你老性上字跟主要溝通嘅語言係嘛嘅？所以你們2個主要溝通的語言是？我跟英文。OK， 所以你2個主要係講英文，可是他一定也會他們自己的母語，錯嗎？對。哦。可是他老實說他的應該說是他是英文比他的法文好，對，因為法文比較難一點。對。那他會說你剛剛說的那個當地語嗎？會啊。他也會。會，當地話是那邊所有人都會說的。OK。對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你可能是例如說阿拉伯半島這邊的人，然後過去北非，他會完全聽不懂當地的當地話。對，因為他們不是在講純阿拉伯語。錯，就像印度一樣啊，因為你撇開英文，其實你以為
其實在他們的語言非常多，印度人之間都不能交流，你知道嗎？就我印度人，你印度，你讲让你沒有辦法交流，這是真的，我知道。對，因為印度太大，你可以聽到說嗨，對，就只能這樣。因為我也印度人，可是 I don't understand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， I'm being 講嘛改哦，好，準備，來，你最推薦的清真美食，最推薦改清境改美食。清真的美食哦，可以。如果是北非的話，可以試試看那個他們的有一個湯，應該說是國菜料理，叫做 couscous。我知道 couscous， 很像小米的東西，很像小米的東西，對，北非他們都吃那樣子 couscous，可是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那個碎的意大利麵，就是他們是從意大利麵的粉。它不是用麵粉做的哦，它是用粗麥粉。對，然後它就是一小顆一小顆，然後很像我們搓湯圓這樣，有沒有？錯，這樣子。你看很有趣耶，我們現在轉，然後它就會轉越大，越來越大顆這樣子。對，couscous。對。這個因為就推翻好像現在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很愛用改串湯什麼。對，有一些啦，有一些要認真找。OK， 好哦。鄉親朋友哦，今晡日真是東風魚繞牆開見來到兩片來分享，伊形容因到客家大道，其他嘅世界，人未來伊也想會攞呢個客家料理大道，冇強嘅國家，然後平日來交流，也是改變好時機，改變嘅客家料理大大變動原因吼，所以今日東港強伊來到兩片來分享，希望可以更很好多嘅機會，可以邀請來到兩片多多來到大家來講古，是莫尼。好，聽聽下咧，繞牆世界朋友強下來做論壇咧。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俗慶祝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